印尼一隻渡船對馬里島出發要去龍目島，在半中途卻是熊墮火，好在在船頂131個人攏總平安，互人救上岸。也毋過，佇非洲的辛巴威在卡里巴奧，有一隻超載渡船並船，已經傳出有15個人不幸死亡，而且抑閣有真濟人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員接到通知，即時出動，就看到船隻渡火慶賀因。這隻渡船透早印尼巴厘島巴東拜港，駛向龍目島的半途，熊渡火。救援單位即時派船甲直升機來救援。Dan kami menerima laporan tersebut bahwa kapal mengalami kebakaran di sekitar perairan Selat Lombok. Dengan laporan tersebut kami melaksanakan aksi yaitu pada 6.30 kami menggerakkan 1 buah. 風頭應夠強，請救生的遊客佇救生艇頂頭劃劃潰潰，真危險。較早一個攏有爬上救援船，最後渡船頂114個人客甲17個船員攏順利脫困上岸。根據當地媒體報道，可能是渡船頂頭一隻拖拉機渡火。佇龍目島的印尼海軍部隊發言人表示講，渡船迄陣失去動力，渡火的原因還在調查。另外，非洲辛巴威的卡里巴奧發生渡船並船的意外，這隻渡船是聯絡北部城市卡里巴甲幾若座島嶼甲釣魚營地之間的交通船，會當坐90個人。不過，根據賣票記錄，事故迄天有114個大人上船，加上可能有免票的囡仔，超載真嚴重。現場的人講，渡船出發的時陣天氣無好，可能是風影傷大，致使原令失火來並船。救援單位除了派直升機甲船去救援，嘛動員唱水人員去救人。目前已經知有15個人死亡，70幾個人得救。不過，依然有27個人失蹤。卡里巴奧是全世界蓄水量上大的人工湖，因為範圍傷闊，所以增加救援的困難度。公視新聞詹慧敏編譯。